堂會澳門舉辦呢一個食安講座，掌聲有請 Resident 張香媽媽、堂會澳門會長蔡婉燕珍女士、市政署食品安全廳代表鄭小姐嘅，有請伍竹平營養師，有請本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副主席劉克楚先生，本會名譽總理謝一鳴先生，歡迎。本會文化委員會副主席海外事務張仲賢先生，有請。好高興邀請到市政署食品安全廳嘅代表鄭小姐咧，同我哋分享咩咧？分享乜嘢叫做食品安全？我俾一個概念大家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大家好關心嘅點樣去管理我哋嘅雪櫃喎？雪櫃都要管理喎，同埋點樣去處理一啲我哋嘅食物啦？天氣都熱啦，咁點樣去處理食物係最安全咧？仲有一樣咧，就係大家都好想知嘅，點樣去睇食物嘅標籤喎？食物中毒有咩即係食錯嘢之後咧，通常會有咩症狀啊？肚唔舒服係咪？係冇錯。雪櫃咧，我特別睇一下啦，因為細嘅同雪櫃個溫度不同有關嘅。咁啲細菌咧即係有啲食物唔夠凍，啲細菌咪侵襲啲食物咯。咁點樣生熟分開嘅？買嘢時候使唔使分開啊？兩個袋咧，基本㗎啦。咁樣我哋知道自己拎住呢一包食物係有問題咧，我哋通過我哋市政署咧，如果發現有問題嘅食品咧，我哋會公佈新聞稿嘅，發出新聞稿。通過唔同嘅渠道，可能包括唔同新聞渠道，我哋會列出一系列嘅資料，話俾食品業界聽咧，必須下架係有問題嘅食品。點樣食雞蛋最安全？有冇話俾我聽？點解要食熟嘅食物啊？生就好食啦，食魚生啦。熟嘅食物即係上邊定即係下邊下格咧？上邊。食物咧熟嘅就分享上邊，個生就喺下邊。OK， 好，俾有請本會會長蔡太致送嘅感謝狀俾市政署食品安全廳鄭小姐嘅，多謝晒你寶貴嘅分享啊！要做見面嘅，我哋掌聲有請我哋嘅營養師伍竹平營養師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去揀食物。唔同嘅食物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用唔同嘅砧板啊。最基本咧就要有兩個砧板咯，一個係生嘅食物，同埋一個係熟嘅食物咯。關注咧一啲老人家嘅肌少症嘅問題，因為如果肌肉少嘅話咧，會出現啲咩問題咧？會可能企唔穩啦，容易跌倒啦。我哋可以食多啲維他命 D 嘅食物。維他命 D 多嘅食物咧，主要都係一啲可能係牛奶啦，係嘛？蛋黃啦，或者係乾嘅冬菇啦。咁我哋每日係建議飲水有幾多㗎？哇！好多人都知道點解。哇！咁叻嘅係咪先？知道自己要幾多？每日飲水有起碼都係㗎喎，咁啊，會長，不如我哋以後多啲邀請有請同我哋做講座好唔好啊？好。